Kasi. Chala ko sare sare le. Nyama la sale. Kambe sare. Oh, nani ngani tsezele ngoni mle inde kri. Shada toni ma jin jon jeze shele. Talo ngundu tago me dakor sunani ndere. Nyama la tsale. Are charma. 可不可以兄弟们这个惩罚？干干的。咱还是不打架了吗？打不打去的去，打要去噻喏，噻喏东要去，南走嘛打就有的，啊，南走嘛只有的。Dari no je chizo nga khata chumbashi dari la ni kokore shamba de ma cholo dando nyudele chumba ya momarto 我是接球，真的做的kozi je chu se 差不多。 chale de kozi li je chu kasi nga phone de andi ngale indi ken moko pa phe ndroi anyama lo tsundroi shana kere ken 我把谁的呀？来打一把， lo gogo yamo 捞球。 剪头日子做的真是做的吃绿啥剪头单的给我剪的这个真的这个 给我剪这的， 反正全部要弄实对不对 反正全部要弄实，反正全部都要弄实么事？剪刀把多的没么，俺就给我剪这的。对对对对可以你们俺老错的打的3局连胜 打上去连。 打一次啊打一次 啊，打一次不行。 打一次没事的呢 肯定打3局连胜呀。 我知道打3局连胜我知道 嗯 但是如果我们两个谁赢了谁输了就打一次胜 也可以。 呀开始你妈了这打多工惩罚他就把球踢家人们呀鸡巴趴上不走 其实嘛叫痛苦是的今年人们个的你们了从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拿下来 吃绿的些麻将的过来落起的这个呀避免拉票 一人一个小钱就家人们天马东北的胖子嘛过来看你哥哥做这么干嘛蒙个动作这个你们了怎么的这个小钱去的一人一个小钱兄弟们 千万不要输家人们千万不要输千万不要输第一场一定要拿下来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感谢我们的第一个帮我干的钱 感谢我们的财人感谢姚上去了感谢我们的 AB 哥感谢我们的扎西哥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托了扎了送的给就团结干的没在胖嘛家你们了送发信息不满的这是这里个的没了做了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起加油一把好不好兄弟们一起加油一把一起加油一把直播间里面有900、1000多个人兄弟们感谢我们的康巴南康送来的小心心 打的是3局连胜兄弟们天马上赢阶级的天马上赢 在往年的胖子马高看你哥哥你们阿拉做不这那个地头打的惩罚有点狠这个惩罚有点狠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一把哪怕或者是一个小心心兄弟们一个小心心有什么去唱什么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首先把一人一个小心心兄弟们首先把一人一个小心心兄弟们首先把一人一个小心心不同的每人一个小心心好不好兄弟们不同的每人一个小心心看住直播间里面有700多个人兄弟们不同的每人一个小心心 不同的每人一个小心心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看着最后一个墨迹兄弟们最后一个墨迹兄弟们首先把家常拿下来兄弟们首先把家常拿下来最后一个墨迹兄弟们最后一个墨迹最后一个墨迹感谢统一官方感谢统一平台最后一个墨迹加油兄弟们最后一个墨迹最后一个墨迹兄弟们最后一个墨迹黑妹子加油做都得看你哥哥做感谢我的白哥谢谢白马哥送来的墨镜姚小阿哥 看住送来的墨镜要什么了？哎呀！等一下，现在一人一个小心心，兄弟们，热气球、保时捷墨镜有的话，这个加长来的时候上，兄弟们，加长来的时候，对面绝对会投他，兄弟们，这个惩罚有点狠，你们阿拉操！
加成马上就到了，兄弟们，加成马上就到了，兄弟们，加成马上就到了，兄弟们，加成马上就到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加成马上就到了，你们儿子到了，加成马上就到了，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加成马上就到了，兄弟们，保时捷779墨镜，私人飞机，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就上什么，兄弟们，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就上什么。感谢我们的扎西者们送来的小心心，感谢我的白马哥，大家向你哥哥走，现在来，兄弟们，对面来了，热气球墨镜，有什么就上什么，兄弟们，现在压起来，打的是3局连胜，兄弟们，打的是3局连胜，打的是3局连胜，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感谢我们的榜一中的，谢谢大哥送来的墨镜，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墨镜热气球，兄弟们，墨镜热气球，一起加油一把。你们俄罗斯，哪怕或者是一个小星星寂寞层面的家人们一起加油一把，一起加油一把。现在是加成的时间，兄弟们，现在是加成的时间，对面没有加成，兄弟们，对面没有加成，咱们这边有加成，兄弟们，我们这边有加成，我们这边有加成，兄弟们，现在加油，现在加油，兄弟们，现在加油，拿下来，你们俄罗斯拿下来，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所有的大哥大姐说跟你们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一起加油一把，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热气球墨镜有吗？热气球墨镜有吗，兄弟们？热气球墨镜有没有，兄弟们？热气球墨镜，感谢我的137路一中的干净马路责任这个要求马路责任，感谢我们的江大，谢谢我们的康巴汉子，感谢我们的137路卡州狼妖，谢谢你们的支持，真的让你们破费了，不好意思，马路责任干净，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责任就弄，特别的感谢你们，太给力我了，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兄弟们。非常的感谢你们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非常的感谢你们兄弟们，你们俄罗斯最后收摊，兄弟们，大家都是你们俄罗斯投他做的家人们，现在上，墨镜热气球有什么就上什么，兄弟们，现在绝对会投他，兄弟们，对面绝对会投他，兄弟们，时间快到了，兄弟们，时间快到了，兄弟们，再那么的来个大一点，兄弟们，再那么的来个大一点，对面投他几家呢？你们俄罗斯再那么的来个大一点，兄弟们，再那么的来个大一点，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再能不能来个大一点，所有的兄弟姐妹们，3、2、1，没有呀，赢了兄弟们，你们俄罗斯赢了，感谢东一官方，感谢东一平台，感谢我的榜一冲着，感谢我们的白马哥，感谢我们的满康一系，感谢我的多姐，感谢我的永红哥，感谢我们的责任为子，从嘛干点去看见哥哥做，第一把我们赢了，兄弟们，第一把我们赢了，你们俄罗斯赢了，呀。你直接给我说惩罚吧，今天晚上我们俩不打了，你也没啥实力，我也没啥实力，改天再打。啊，什么意思嘛？改天再打，你先说我惩罚。其实你们已经说好了呀。改天再打嘛。那全部你敢弄事吗？没啥实力。那你全部敢弄事吗？全部弄事吗？现在全部那是不是我太吃亏了，大哥？对。啊，你给我说一个其他惩罚嘛？不行吧，我们前面已经定好了嘛，惩罚。不管是票多也好，票少也好，我们说好了肯定做到嘛。改天嘛，改天。什么改天嘛？给我看一下，我们前面已经上了那么多的票。前面上就600票呀。那600个票也是票呀。改天再打。也不是他们的钱天上掉下来的，你妈了。改天再打，改天。那你全部弄事，不用打。全部弄事，我现在全部弄事真不行啊！哎呀。改天我这个感冒好了再给你打。对，说好了嘛，对，你妈了，这说好了。说好了，但是你给我罚一个狠一点惩罚都没事。打一次600个票。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洗头膏拿过来。洗头膏拿过来要干嘛？洗头膏拿过来，水拿过来，头发对，这怎么给它吹黑？过去干个洗头膏，觉得这怎么给了我？其实先，你看了那看我看了没干，等这些得干嘛你？干嘛公就洗头膏之类的，对不对，兄弟们？洗得起之类的，俺洗头膏是靠。洗头膏，洗头发的洗头膏。那他谁赢了？他赢了个。
哎呀，这个敢去做，这个不敢去，直接弄事，对不对，兄弟们？你妈了，从你开始票炒到没去？三顿给自己介绍这里，叫个阿头热了啥子了，炒根张把面呢，去嘛的。惩罚在多嘛多呢？对东北公的节节，七八三毛装嘛。OK，差不多嘛，兄弟们，打一次啊。俺这家人们同齐三八个专门就做个对嘛的，天嘛你把的节，三把的节，惩罚在路面在那哦，你那面那惩罚的嘛在那路嘛个，大俺这。我今天要洗头发。这几嘛子家嘛的，这几就人个穿的帮一帮上弄个，干嘛指甲这，干嘛指甲找是讲个，干嘛指甲这起人家讲，干嘛指甲这起人家对了，每个大的有人哪里年纪有人，你吃饭要么嘛就这一个球。当不这从嘛个来吃脚两把皮些，可是干个可是哇，看这个是拍呀拍个些，我说那没个干嘛你的，哥，俺可是在急。可是嘛就真的是干的。可说你这样的。哦，明天你打扮穿这个衣服是吧？哦，那就可以换。不是，我明天准备上医院，然后穿这个衣服。那可以换衣服呀。么这今天他给下子。俺下次没穿这么样了嘛这个，惩罚可是到他做个的高的。我知道。我也惩罚按时做。他让我天天拖这个。他让我天天，结果天天晒的嘞。上次我们两个酒店里面去的时候，你脱了这个衣服，我知道。呀，后来没脱呀。他吃可以，哪个弄了？吃完我。去电的，看一下水。去杯子里面有。杯子里面不够，一个盆子里面拿过来，好不好？大可不要在我的卧室弄事了嘞。肯定要弄事呀。我是弄了七他八就没着了，我今天吃个的。你给我老婆也走。他不算哪个能吃可口。你给我老婆也走嘛了。快接来的。看着吧的。我老婆也走嘛了。就走。欢迎万奇大哥。马兰口。哎呀，这个人。就走，陪你走。这里等着，叫人不？就是讲你的这陪你就是你肉么些，我这节要跑没跑，里等着。俺对跑嘛也可，陪你们了做改。哎，那我天呐，对对个，俺有天呐，对对个，有啥个你们了做？怎么了噻？可前两天你都讲你在阿妈你的了，俺有群这一群带你的了。这不毛你个，说你看了说做也这个。可你这么保罗节儿个要节你没就你看就来就个这个那，干嘛要弄那是个？陪你走。就人不能闹。呀，大姐。这没事了么当。大姐。他来讲的民国没叫，这些的。来讲的民国没叫，东北这片两把皮些。这两把一擦起来那个。他西头个要叫，哇，看这个些，两把做下去皮起嘛个，两把做下去等个说没个。人老把做下去就可不就管俺就多。我多两把些个在，没去，我多两把些嘛见面。哎，那么这个啥呀，丁哥？我多两把些嘛，我多两把人的干么接要嘛？你妈了，这等着那么慢点是怎么？我多两把做嘛的，讲我多两把是弟弟，当。这两把些最后就是我多两把些在的是家人，你妈了谁是？大姐个。大西头个要叫哇，给这些需要泡沫，知道不？头上需要泡沫。大马包可能嘎泡，直接工钱马早马去可能我多两把些走，有的什么个的你妈了，这等着那么慢点。俺没有打算我多两把人没，就
就你那么是去咋了也没个卡罗温度两百人是个的牛的一样，这我都老把人生也真的没有。就热些的温度两百人这的就，啊，这么子，我今天让我在直播间里洗头发去。但我专门看的是嘛，这天什么个吃皮是老么子那，发时间有可能。吃老么子我嘛这看什么个噻，我嘛看这感觉也嘛来家嘛，你嘛了做我看个，呀，那我把洗了，我就知道黑呢，我看啊看个做个，才有感觉的兄弟们。洗头搞蒙来了要叫的，我看什么个子？天天吃起来，俺在这炸这个是我们烤小三个我的。你有什么感？我帮你洗头呀，我们家人们帮你洗头的，真的。因为你的头发有点脏，前天晚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的时候，头发有点臭。是吗？我那天晚上才洗头发的，但是说有点脏，你这个人要我们两个前天晚上去的时候，你头发洗了吗？洗了。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一起在这个你的头发上面味道臭臭的一个有？可不要脸，可的瞧，超不要脸，可的瞧。你妈了才有。但的事情没当过来。但就这样带着，这那说明我，哎呀，我要就呀。就这样带着。感谢抖音官方，感谢抖音平台来所有的来自家的嘛，榜一、榜二、榜三、榜四点点关注出去，兄弟们。你老婆去哪里去？老婆早就睡了。我妈的陪你，就我的就是。你对就没能问题切死了，个了才么手机切死了，你这点当别有的高的，对就没能等脑好好人家。才那个事情你没去拉了就推就了脑就了。感谢抖音官方，感谢抖音平台，谢谢你们的支持。才人就能，这个女的性格，她娃的去惩罚娃的去，真的娃的去。哎呀，可以了，没有实力了，滚！你才管可的，要不是。你妈了，总。